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名 IPEC 年会昨伫台北举行，总统赖清德致辞时感谢来自23国的国会议员千里迢迢来台湾举办 IPEC 年会，强调台湾会甲民主伙伴做伙甲民主保护线建起来。另外 ，IPEC 会议当中通过典范会议。内容指出 ，IPEC 成员决心要互大众了解联合国大会第275号决议，去互中国胡乱解说。这内面根本就无牵涉到台湾政治的地位，也无主张中国有对台做主权，而且会支持台湾参加联合国等等相关的机构。Members present would like to present to you a map of Taiwan. 3号总统赖清德一把标出海峡中线的台湾地图，伫台湾这边更加写完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名 IPEC， 来自23个国会议员的签名，表达挺台湾。赖总统感谢各国议员专工来到台湾举办 IPEC 年会，强调台湾会甲民主同伴共同建起民主保护线。中国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威胁，就是对世界的威胁。台湾会尽一切力量，跟民主伙伴共同撑起民主保护伞，免于威权扩张的威胁。IPEC 伫会中通过典范决议，内容指出 ，IPEC 成员决心互大众了解，连带第275号决议互中国曲解，其中并无涉及台湾政治的地位，也无主张中国对台主权，会努力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等相关机构。副总统萧美琴受邀致辞时，特别表示台湾希望为世界贡献力量。Our thanks to IPEC members and others for supporting Taiwan's meaningful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Enables Taiwan to actively contribute to the betterment of humanity. IPEC 也伫会后记者会宣布，台湾确定正式集会，创始共同主席是民进党立委黄宏甲民众党立委陈昭珠。外国媒体观测，中国伫台湾年会进行至少对6国议员施压，IPEC 成员强调，中国无干预各国议员出访表达家己意见的权利。Not a single IPEC member did not attend because of Chinese efforts to interfere. We are certainly opposing the Xi Jinping regime and its policies. When China pursues intentions to topple our democratic order, we fight back. IPEC 主席德国绿党议员鲍瑞汉表示，无乐见中国将 IPEC 看作威胁，毋过台海和平稳定关系全世界重要利益。IPEC 会继续积极反制中国的侵略甲威胁。记者综合报道。